Hello， 各位家長同埋同學仔，大家好，我係呈分試資深導師 Mr. George 同我哥啊。好多家長報讀我哋嘅呈分試班之前，通常有兩個問題嘅。第一個，點解嚟自唔同區嘅同學仔都可以一齊上堂嘅？第二，點解用唔同嘅教科書都可以喺你嘅課程裏面去學習啊？如果你想知道答案嘅話，請你唔好走開，一路睇落去，我會話俾你知點解我嘅課程喺16年以嚟幫助到過千嘅同學仔成績進步同埋入讀到佢哋心儀學校嘅。第一，課程方面，教育局已經有一個課程大綱、課程指引俾出版社去出佢哋嘅教科書，所以嗰啲教科書嘅內容咧都大同小異，學習嘅範圍咧都唔會離得太遠。先講下中文科，閱讀理解成為咗焦點㗎啦，由2篇變3篇，3篇咧又問下多啲段意啊，第3段主要説明乜嘢啊？呢篇文章講俾你聽最重要嘅信息啊，或者學到啲咩啊？嗰個主角嘅性格係點啊？係咪各位家長聽到都頭痛呢？未算，因為仲有一啲段意題，一段短嘅文字，4個選擇，記住乜，說明乜，描寫乜，議論緊啲乜啊？個個字都好似喎，點搞啊？同學仔一下子冇咗6分，大家嘅心聲，我哋絕對明白，我哋會用技巧精準咁樣幫小朋友揀到答案，唔使嘥時間，唔使係咁睇嘅，因為有方法。至於語文基礎方面，詞語、成語、標點符號、修辭手法、排句成段等等呢啲呢，一定會好好幫小朋友預備啦。英文方面，閱讀理解都佔一個好重嘅席位啦，由2篇變3篇，3篇變3篇半。題目由選擇題變短答，短答變長答，長答變 AT 填充題，有啲 true or false， 甚至乎有一啲排時序嘅題目，小朋友都搞唔掂。冇錯，因為學校好少時間溫，學校老師要兼顧好多 grammar item 啊、生字等等。PP 過去進行式 gerunds to infinitives， 學校老師好多嘢要兼顧，所以呢兩樣嘢撈埋嘅時候，我哋就更加重點地去幫小朋友溫習啦。數學可能係最棘手嘅一科啦，有啲同學仔嘅學校教快咗1季啦，有啲咧教快咗半年啦，課次上高又有啲出入啦。不過放心，我哋會喺數學堂裏面重點溫習唔同嘅課次啦，同埋我哋要識睇中文字。好多同學仔咧都會因為中文唔好，令到佢咧明明數學個數感強、數底好，都考唔到數學高分。我哋絕對明白，粗心大意嘅攞極都攞唔到高分嘅，我哋好多呢啲同學仔都可以慢慢有佢哋嘅進步。好啦，至於第二方面啦。點解可以幫助到唔同區域嘅同學仔呢？各區嘅考試卷係唔同嘅喎，間學校都有唔同㗎啦。因為咧，我哋係用唔同區域嘅同學仔翻嚟嘅評估啦、小測啦、工作紙啦，以至到呢啲練習啦，去混合成為我哋嘅呈分試試卷，去幫助小朋友面對住唔同嘅題型啦、唔同嘅深淺程度啦，我哋亦都能夠兼顧。一般咧，我哋係喺中等偏高少少水平嘅，譬如成績未如理想嘅同學，佢哋可以透過試卷咧，更加明白老師想考啲乜嘢，更加多涉獵詞語啦、涉獵題型啦，去幫佢哋咧盡快喺合格以至到70零分。咁高分嘅同學仔嚟到我哋嘅課堂裏面，我哋絕對咧唔會俾小朋友齋做，我哋係解釋俾佢聽背後嘅重點，仲有答題技巧同埋避免常犯錯，呢啲都係令到80零分嘅同學一下子可以升到90頭，以至到90尾，挨住100。如果你聽到以上嘅資訊，咦，你覺得呢個課程都幾吸引喎，想了解更多，唔好猶豫啦 ，WhatsApp 我哋可以解答你小朋友遇到嘅困難，喺課堂裏面可以幫助到大家手，考好嚟緊幾次嘅呈分試，到時喺課堂見啦。